黃偉文的前因後果。本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個人意見。97回歸以嚟，我哋經歷過兩位特首嘅管治，一位係團父子弟，一位係職業官僚。佢哋背景唔同，性格各異，有人慈顏善目，但係每行一步都好心做壞事；有人就機關算盡，但聰明反被聰明誤。兩位特首施政不同，目標不一，但係香港遇到嘅困難幾乎一模一樣，香港人嘅怒氣一樣衝天。目前嘅政治框架之下，係咪邊個做特首，我哋嘅命運都一模一樣呢？易經64卦之中有所謂四大難卦，四大難卦嘅困難各有不同，處境各異，但互有關聯，環環相扣，就好似回歸以來呢15年嘅香港問題一樣。我哋係咪應該好好咁研習下呢四大難卦嘅古人智慧，對症下藥，為香港揾出方向呢？四大難卦分別係屯卦、習坎卦、剪卦同埋困卦。屯卦係萬事起頭難，動乎險中，騎上馬背都會團團轉。習坎卦係福無從之，禍不單行，險中有險，衰運一個接一個。剪卦嘅字義就係跛腳，受咗傷，走唔喐，寸步難行。困卦係澤在上，水在下，澤中嘅水都從下流走晒，澤中無魚就係困，坐困受成。呢個時候有言不信，即係話困境之中講乜都冇用，根本冇人會信你。回歸之後，我哋經歷咗屯卦嘅始創艱難。金融風暴、科網狂潮、沙士瘟疫、信貸危機、樓市瘋狂、貧富懸殊等等習坎卦嘅折磨，走入咗剪卦嘅山窮水盡，政客官員市民都各自歇斯底里、歪張偏激嘅狀態。今日成個香港坐困受成，講乜都冇用啦。易經嘅四大難卦好似為咗記錄香港回歸嚟寫咁。其實呢啲困境，我哋一啲都唔陌生。除咗回歸，我哋做每一件事，搞一盤生意，組織一個家庭，何嘗冇經歷呢幾個艱難同埋折磨呢？只要跟住古人嘅智慧，先係損己利人，一切從禮，有福同享，然後破舊立新，咁就有機會走出今日嘅困局啦。